船長時好像畫了一畫。他定是知道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。姑姑，姑姑，月儿在，月儿一定想办法救你。月儿自小没了娘亲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沒有你，就沒有月兒。姑姑，我一定會想辦法救你。姑姑，夫人，這是公子驥的衣裳，午後有人撿到了，剛剛送過來的。我知道了。虧得魁姑救下了公子，不然恐怕受害最大的不是公子當，而是咱們公子驥呀。什麼意思？夫人，您看看这件衣裳，再聞一聞。我從小在山裡長大，知道這瘋子最愛追逐3種人：醉酒的人、穿鮮豔衣裳的人和身上有香氣的人。公子當占了頭1種，咱們公子占了後2種。你们聞到了嗎？從公子一進屋啊，我就使勁聳鼻子，這甜香真是讓人直流口水。你快去追驥兒吧。我明白了，你去吧。是。姑姑，都是月兒不好，當然你就提醒過我，我卻沒有在意。是月兒錯，是月兒害了你。当儿啊！珊瑚，在。扶往后出去。是。往後，往後。自作自受，自取其禍，都是我的錯，都是我的錯。王后当然是在替我受罪，是我該死啊！王后，王后，是我要害人，是我要害別人的孩兒。生死比生命值得看得清楚，讓我痛，
放我去死吧！王后，这药也不知管不管用，回顾看起来更不好了。大王已经出了万金悬赏，怎么还没有人献上主意啊？都说这世上最毒的是蝎子、蜈蚣、蛇、蜘蛛、蟾蜍，杀人蜂怎么会这么厉害？你们是以前没见过杀人蜂，在我们山里头，听到杀人蜂，谁不躲得远远的呀？我跟你们说起这些毒物，杀人蜂就算不能排在毒蛇的前面，至少也不会排在蜘蛛的后面。在我们楚國有一種竹龍蛛，它有蜘蛛一樣的腦袋和蛇一樣細長的身子，被它咬一口要病半個月呢。這都不算什麼。我們那會兒住的大山裡邊有一種蜘蛛網，它可以長到小孩子的拳頭大小，織的網都可以捆住一隻小鳥。就它這麼厲害，和殺人蜂交戰也僅僅打個平手。吹牛吧！我以我死去的爹娘發誓，是我親眼看到的。好，我說給你們聽，我記得清清楚楚。那是在我進宮的前一年，我在山上放牛，身邊不遠處的樹叢中有一隻蜘蛛王正織網。到了正午時辰，一隻拇指大的殺人蜂飛了過來，一頭就撞進了蜘蛛王的網裡。那蜘蛛王定是餓極了，立刻向殺人蜂爬了過去。當他爬到殺人蜂身邊，張口剛要咬，卻被殺人蜂狠狠刺了一針。那蜘蛛王頓時就蔫了，順着游絲就掉了下去。可過了沒一會兒，那蜘蛛王又爬上來了，他們又打了起來。哎，那後來呢？這第二個回合和第一個回合差不多，殺人蜂被蜘蛛咬了一口，但是殺人蜂把毒刺扎進了蜘蛛的肚子裡，那蜘蛛一鬆口，立刻就倒在草叢裡了。這麼說，那殺人蜂的確厲害啊。那最後誰贏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他們在那兒打來打去的，我看得不耐煩就走了。木心，夫人，你剛才說的話可當真？若有一字不實，木心甘願受罰。那你可知道，蜘蛛掉進了草叢裡，那是什麼草？這山裡的花草沒有我不認識的。快告訴我。那草叫七葉一枝花，在我們那兒也有人叫它登台七的。七葉一枝花，好耳熟。那草在我們楚國叫金線重樓，它的根部是藥材，我們都叫它早修，藥性偏涼，清熱解毒，消腫止痛。在楚國，有人用它醫治跌打摔傷。那或許它也能醫治蛇蟲咬傷，有可能。但秦宮裡並沒有這東西，若要奴婢去找，得進山。但公子當和魁姑他們的性命，也就是在這幾個時辰裡了。我去找大王討要出宮令，姑姑帶人連夜飛馬出宮。好。